轻便车真够走，载人载货是酸酸孝。老领白领夹着龙，边底靠我双脚跑。家人爬到流浪头，经过磅空鱼台口。落车行了几步路，轻轻松松到阮兜。看人面色我上厚，有2仙钱仔着激歹头。事搅上车错甲轿，臭屁加贵叫实狗。人客安全坐甲到，全靠缘投我思候。到份啊，人客上大方，出手一副大红包。轻便车真够走，载人载货是酸酸孝。老领白领夹着龙，边底靠我双脚跑。家人爬到流浪头，经过磅空鱼台口。落车行了几步路，轻轻松松到阮兜。看人面色我上厚，有2仙钱仔着激歹头。事搅上车错甲轿，臭屁加贵叫实狗。人客安全坐甲到，全靠缘投我思候。到份啊，人客上大方，出手一副大红包。到份啊，人客上大方，出手一副大红包。份啊，黄金嘛，总牙千古。高地好汉啊，拢牙来学。哎呦，地下的宝藏，看甲袂着。经验运气，小啊钱多。我甲你讲哦，顶回阿财吼着金仔呢，好好个大金包呢，吼。土地公哪来呀，来呀照顾。每日入去呀，有我守护。哎呦，山花也够细，家也咸床，好到免去，空啊紧锁。你要去学金啊？啊，较早转来哦。拄着金包啊，像啊金箍，地地金鸟啊，上啊空土。哎呦，金光咧闪闪，发大财，出去金马，娶也水某。吼，讲到阿财啊，实在是足厉害啊！哦，钓金以后娶某足水的呢。听讲为宜兰来哦，迄运气若歹呀，气也落落。找无金纸啊，拢啊照顾。哎呦，钱家也笑钱，来呀投资，好嘢了解，散啊宝宝。
这就是甲咱讲吼，咱有钱吼，就要较勤俭的。你若是吼乌白开吼，到时你就散步步啊。春皮海有上山顶，下半溪顶水飘莲，树影梦花花别浪，冬水寒有早时现。春皮海有上山顶。下半溪顶水飘莲，树影梦花翻别浪，冬水寒有早时现。春皮海有上山顶，下半溪顶水飘莲。树影梦花翻别浪，冬水寒有早时现。山顶，下半溪顶水飘莲，树影梦花翻别浪，往东水寒有早时现。电影叫做电花戏，有影无声真趣味，不但爱用脚手臂，嘛可保强甲演技。变数解说彼中意，加讲减讲去在意，嘛着增加好效果，暂地拍倒加写意。
着火烧红莲丝，红姑因囝等嫁子，千变万化地翻天，拍破学落伊受夭折。看戏人有人情味，看着歹人哭泣，看着无情汉发那脾气，上台要甲紧无拼生死。上台要甲紧无拼生死。一时着金，一时行，家厝改楼改人生，远亲近切伫现阵内，就有脚脚归厝境，随伊一个一个景，目睭18啦跋袂停，日日夜夜光滚，西皮雨路看不平。乌云害人比雨明，明知牵拖长袂清，只识着伊早爱就惜。享受过头是不幸，天不早有人不敬，浮云飘过雨平静。世事无常，钱再去，加摆人散比爱情。一时行，家厝改楼改人生，远亲近切伫现阵内，就有脚脚归厝境，随伊一个一个景，目睭18啦跋袂停。日日夜夜光滚，西皮雨路看不平。乌云害人比雨明，明知牵拖长袂清，只识着伊早就惜，享受过头是不幸。天不知有人不敬，浮云飘过雨平静。世事无常，钱再去，加摆人散比爱情。乌云害人比雨明，明知牵拖长袂清。只
识着伊在就惜，享受过头是不幸。金马山出头前，少年家也是老阿伯。金马山趣味多，要学啥物？是拢真有多。金马山出头前。少年家也是老阿伯，金马山趣味多，要学啥物？是拢照济，查某囡仔等出家，学裁缝也来车碰西，汉学堂学诗画，教个人也来教专家，读小学有先生。一年三日本话，西乐团分鼓吹，哆来咪通假西，南北管双讲册，打卡步也来学子弟，大阵头乐器做，听白歌来电气势。拍拳头练身体，拜师傅是爱有礼，学接骨放金靴，打鼓乐来配药剂，学人灵是骹手做，看人子也来讲真体，学人衫爱好济，狮头悬。迄个西尾吹空地放风吹，比手艺来陪悬家，结拜友食酒会，困啊花是菜哪配。人灵是骹手做，看人子来讲真体，学人衫爱好济，狮头悬迄个狮尾，吹空地放风吹，比手艺来陪悬家，结拜友食酒会，困啊花是菜哪配。金马山趣味多，金马山是趣味多，金马山趣味多。保盘保鼎保雨伞，响着切切的天梆声。假使想啊歹地行，伴我身边走几山。调中小记靠打拼，保盘高顶万雨我，保盘面装尖甲山。宝山长骨接天一片，处理世事在人看。有人爱钱，有人爱命，小小的笔顺无圆满，等到大空较歹请，替人好合我全家。
惊必顺有偌大，可惜无人来做亲情。如今我搁落汗脚。无伴无定无雨伞，响着切切的铁棒声，假是想啊歹咧行，伴我身边走几山，标中小记靠打拼，无伴高顶万雨啊，无伴面装尖甲山，无山长骨来吃铁饼。处理世事在人看，有人爱钱，有人爱命，小小的必顺无圆满，等到大空是较歹请，替人好学我全家，不惊必顺有偌大，可惜无人来做亲情，如今我搁落汗脚，处理世事在人看，有人爱钱，有人爱命，小小的必顺无圆满，等到大空是较歹请，替人好合我全家，不惊必顺有偌大，可惜无人来做亲情，如今我搁落汗脚，如今我搁落汗脚。农药苦卖10世，10货店啊打伫个洗装打扮日用品，做日找我无问题。尖山豆柳啊新娘花，香水碰粉正工课。去混去面芳杀分，求大业爸爸行坐。农药个个在洗，打来春花无偌多。今日若无厝来买，机会一时是等后会。坎脚踏到山顶尾，恶送姑娘仔来交陪。免定暗做嘛，不免捡水，花真价是好买卖。农药苦卖10世，10货店啊打伫个洗装打扮日用品，做日找我无问题。尖山豆柳啊新娘花，香水碰粉正工课。去
分起面旁杀分，求大劫把行坐，农药个在世，打来春花无偌多。今日若无出来买，机会一时是等后悔。坎脚踏到山顶尾，恶送姑娘来交陪。免点做嘛，不免捡碎，花真价是好买卖。免点做嘛，不免捡碎，花真价是好买卖。山声到云仔响叮当，媒体纷纷报道网。昔日磨剑因采空，今朝接阵为关公。家风见江上飞扬。借厝轻楼好采用，西我仙踪何处访？初春即是桃源乡。山声到云仔响叮当，媒体纷纷报道网。昔日磨剑因采空，今朝接阵为关公。家风见江上飞扬。借厝轻楼好采用，西我仙踪何处访？初春即是桃源乡，西我仙踪何处访？初春即是桃源乡。起来工作爱小心，保佑平安百姓命。乌头乌面拼生命，安全出去才好行。入去做家紧决定，休困感觉伤过用。你爱较有的是家人，我等平仔声来抓铃。人讲痴迷心头情，抓怪也带路是真本领。恢复疲劳要轻松，叫来抓铃上高明。一尾两尾是在你境，搁抓半尾嘛反应。人客满意抓好伊爽，另外加减都有赏金。
行，入去做家境决定，休困感觉心过用。你爱哭的是家人，我等拼仔声来抓铃。人讲痴迷的心头情，夜拐仔带路是真本领。恢复疲劳要轻松，叫来抓铃是上高明。一尾两尾是在你境，搁抓半尾嘛反应。人客满意抓予伊送，另外加减都有收金。人客满意抓予伊送，另外加减都有收金。另外加减都有收金。经起一年迈，金空无金不开采，起来烧，必收起来。可怜的工人流目屎，我无读册毋捌字，毋知豆菜 ABC， 临时叫我对倒去，只有出外来赚钱。做苦工我有法度，毋惊流汗，毋惊苦，爸母是大甲囝某，等我一人来照顾。天公听，通歹命囝，知我认真有打拼，事业顺利日日大。苦尽甘来，笑哈哈。经起一年迈，金空无金不开采，起来烧，必收起来。可怜的工人流目屎，我无读册毋捌字。毋知豆菜 ABC， 临时叫我对倒去，只有出外来赚钱。做苦工我有法度，毋惊流汗，毋惊苦，爸母是大甲囝某，等我一人来照顾。天公听，通
歹命行，在我认真有打拼，事业顺，你日日大，苦尽甘来笑哈哈。我是食到80外，流伴早着迄边迄长山，留着家sản只有半瓶饼，一双兄讲，甲2-3支破雨伞。毋捌半日生活要安怎？做人的道理，加减我知影。忍劳忍苦，认真来打拼，意志坚强，为着家庭心头定。有时捡柴，有时歹土炭，粗重的山石，艰苦嘛着担。天天补补，用心藏针线，出门读册，莫予囡仔穿破衫。半暝认情，大衫解细领，渐渐暗刺破，心内真通听。珍惜深情，珍惜阮的命，毋惊过日会这艰苦，这呢孤单。空袭，美军迄炸弹，天乌乌地动，乌烟搭满山，赶紧抱着宝贝细汉囝，搁牵大汉入去皇宫予顾生命。时间真紧，一天过一天，囝儿大汉，日子渐轻松，新妇子孙招招来游览，厝边拢叫阮是好命的乌巴桑，人拢叫阮是高阮仔的乌巴桑，人拢叫阮是坚强的台湾乌巴桑。请欢迎咱等下要访问胡达华胡老师哈，他是这张专辑的文字所有的这个歌词的创作者，那他也是国际知名的9份丁画画家。老师，我跟你请教哈，讲乌粉害人比好饼，什么叫做乌粉呢？乌粉来讲，迄个鸦片烟。迄阵他有鸦片？有，鸦片随时拢有啊，日本人嘛是那个有。迄阵当然嘛，迄是嘛有禁止，不过日本有迄特准的乌粉牌，用起啊食乌粉。你上尾一句你有讲，天不在有，人不惊，浮云飘过雨冰晶，是安怎会当着金的人？吼，钱到落尾会当拢开了了咧，是安那？因为大家吼一寡拢无珍惜这个金钱的问题。哦，得来相对容易。真善的是一下子吼，安尼有这个好嘅人吼，是安怎处理都唔知啊，赶紧得用，后明仔载还有款，唔知明仔载就无啊。
啊，恁兜敢有乌过金啊？阮兜学过，恁阿公哦，阮阿公、阮老爸吼，迄阵钓金才钓偌济？啊，迄阵毋知，迄阵毋知，迄阵细汉时毋知，我是不是有看金啊？哦，金啊像鸭卵较大粒吼，不是有。厝里就有金啊，像鸭卵遐大粒诶。我去提炼伫灶内底去补，安尼哦，迄是刷金，毋是正经足金。补盘、补鼎、补雨伞，这是什么时代的代志？他有人咧补盘咧？差不多60-70年前吼，迄阵人有较好的碗盘，拢就在补，啊是用花骹吼，啊花干歹的物件拢会用补。哦，啊，拢无价值的物件就献杀啦。下面有做铁棒声，铁棒是用7-8块铁啊吼，啊白做的吼，啊叮当是切迄种写出来，加去箱啊歹身躯的吼，啊它切，就知哦，这是已经要修理的人挖来。下面有做接铁片哈，铁片吼，迄个用接铁骨的意思啊，铁骨的迄中国佫放一块吼，啊个接起来就好啊。啊，补盘免穿尖甲线，是要安怎补？用迄个补盘呢？用铜线，Max 迄个迄个订书机，迄款形体的一款线。你敢若咱迄个外科医生伫天啊，转天起来。啊，这碰是拢补盘补鼎，这是小有必分就补，毋是讲安尼规拢离开两地才补。你上尾一句讲替人学学，我专家，毋惊必损有偌大。人跟人的关系哈，好像也跟这个补盘、补鼎、补雨伞拢共款，有淡薄必顺，咱有啥物误会哦，啊，就赶紧来个解说，莫讲等下迄个完全拢无法度通学下袂死吼。这我感觉足有意思的呢吼，可惜无人来做亲情，如今我去罗汉卡，罗汉卡是讲迄阵，啊个是光棍的意思啊。哦，算讲这人就少年就是啊，老啊。已经老，迄阵30几岁已经老啊。哦，迄阵30几岁无结婚，老啊，真老啊！20几岁、10几岁就已经要娶某啊。轻便车甲轻便路有啥物关系？轻便路是轻便车咧行的路。哦，轻便车是用人塞的，毋是讲小火车。啊，人塞的是安怎塞？伊是铁轨是吗？有一个卸链啊，吼，铁链啊，啊对铁轨单行道伫走。伊是载什么物件？载人？载人。佮载米，有些载米啊，有载土炭有啊，载货。交通工区迄阵，汽车路还袂出来，啊，你路还袂开嘛。啊，轻便车是对倒位行啊倒？为家人甲金瓜石。啊，毋是中有经过什么流浪头？流浪头是讲迄处的所在，要爬岭的所在吼，就爬两边岭，岭用迄流浪一款迄个钢索，钢索伫涂骹伫走，车甲夹囥迄个钢索来对走起来。哦。啊，上尾伊这轻便车会停伫倒位咧？轻便车头，轻便车头，车头是讲车站的意思。轻便车头伫迄个戏台靠过过，迄个轻便车头。你讲升平戏院？毋是，叫做高汤。古窗，高汤底啊。迄间的轻便车头。哦，即卖古窗就是。这歌词顶头讲，看人面色我上熬，有2仙钱啊，结派头，是像有2仙钱就结派头咧。迄坐车人啊。普通时拢行路，我有今日有钱吼，要请你甲我塞，要甲我塞，塞车，去派头，要坐甲一个搬出来。普通时啊，来甲搞婚仔的人吼，除了做工课的人，有跋筊的人是毋？有真济哦。所以讲，有2仙钱啊，可能有炸钱，有炸钱啊，要来跋筊。啊，咱大家看2仙钱啊，来是讲表示讲这无偌济钱啦。哦，毋是讲真济钱意思，真济钱无派头，迄是。一时仔钱吼，结一个讲啊，过迄个开头伫。搞婚仔人客坐较高，专靠缘投我属孝。啊，搞婚仔人客上大方，是安那大方？金仔济啊，金仔足济。无啦，你即句无钱无明仔载你着金仔，我啥物钱嘛有。所以，然后有法度坐车的人吼，拢钱拢较方便。哦，你有讲出手一步，啥物叫做一步？一步 TIP 啦 ，TIP 小费，日记叫做一步。所以讲对日语来讲，这是外来语，外来语，但是它实际上是英文发音的 tip。啊，这个别人读到 tip， 这个读到一步。一步。电火戏是啥物戏？电影。电影古早做电火戏。电影是黑白还是彩色的？拢黑白。拢是黑白，敢有声？无声。哦，无声电影。无声电影，大家是要安怎看？迄楼顶有一个迄个辨识伫。辨识就是讲迄个要解说即个电影的节目吼，内底内容要小用人的嘴要来解说。啊，辨识是要安怎解说？用一寡桌顶有一寡房啊，一寡铁路拢无要紧，啊放的吼，啊就乱数拍。
看剧情什款的，啊，就用手叮当，用骹叮当拢有。咱像咧讲果对不？做效果嘛，做效果。哦，会烧红莲时，这是什么故事哈？红莲时这是民间故事啊。民间故事哈，红果因囝单嫁子。这真流行的一句话啊。千变万化得翻天，这是电影内面黑白。电影内底有一款机关伫的吼，变来变去。看电影这个人，当初大家拢看歌戏。歌戏甲电影拢有，拢有吼，但是电影是较趣味对无？看戏人有人情味，看到歹人哭泣。看戏的人，伊看到这电影内面的这个剧情的时阵，剧情看电影你讲，这个人好歹吼，在记讲哇，这人哇。啊，毋是电影伊拢那吵得要死。啊，就无多啊，就讲我这人安怎看到好人我就不看了咯。我看到好人安怎？好人就甲拍扑啊。看到无情汉要发脾气，要上来拼生死，真正毁掉电影院吗？有一款人有哦。有一款人啊，无人甲阻止哦，哈。啊，就迄一半遐尔啦。高云那是什么时阵吼？拄到这种失业旷工的代志？差不多40-50年前，一寡矿坑内底一寡设备吼，拢收起来，拢无啊，因为迄金矿已经挖会着的拢挖啊，剩一寡挖袂着的，干脆拢收起来。啊，收起来以后怎么办？啊，所以遐人变失业啊，啊，失业就去外口找头路，因为到那无什么大的什么公司吼，会当互你上班的所在。大部查某拢外口。啊，查某是查某用最基本的这个皮做生意。啊，查某就是去找看有啥物，拢走去苦工家人上简单的嘛，做苦劳嘛。人是真散，啊，毋过吼，到时大家拢趁钱倒来。是安那？大家拢拍拼。高温人就拍拼。高温真拍拼。钓金康，我感觉拄啊听的时阵，我拢毋知这是啥物意思呢？啊，顶头你有写暴发户，这有啥物关联？差不多就同款意思啊。爆发就是讲，即马无钱，明仔载去做金矿，去挖落金仔出来，无一定是挖真大，挖落一块金仔，伊就算着金矿啊。啊，一块金仔会当买什么物？在你讲，厝的某拢会用为遐买起来。着金矿以后，这些人他怎么花这个钱？就讲起厝、娶某，也是跋筊，拢会使。哎呦，朋友兄弟拢挖来。朋友兄弟，这兄弟是啥物意思？兄弟拢有啊，黑社会兄弟要有正。你顶头有写西皮福禄是啥物意思？西福禄，阮古早地方的迄个顶头，就是讲伫小乐队，分做西皮福禄，也有的大家拢伫学拳头。学拳头。啊，武器也拢有。是安怎讲西皮福禄会看不平呢？啊，因为一下子好热啊，你吼，大家看呢。无意思，很眼红哈！你上尾一句讲天不在有人不敬，浮云飘过好平静啊！这是什么意思？是讲这钱开了是？啊，就什么拢无啊！你应该开的拢开了去啊，无应该开你也开。你是讲当初这钱来得太容易，太简单了啦。袂珍惜对吧？当初是安那会写这首诗的？迄是因为我出来吼，要拼要雕刻字的。老师啊，你会使念看卖啊无？山城九分响叮当，媒体纷纷报道忙。昔日莫见因采矿，今朝接种为官公。这是念诗的方式。哦，莫见接种。这是较文学的意思哦。老师，你还有一首歌曲叫做《卖杂碎》，我唔知道什么叫做卖杂碎嘞。卖杂货，那跟当时的那个时代没有杂货店，还是说没有那个 7-11嘛，对不对？拢无，因杂货店是有啦，是讲吼，当地摆伫固定的所在，然后打出来以后，靠人要买。头一句浓腰果卖杂碎，有什么果？迄个波浪鼓，双边鼓，咚，咱囡仔耍的时阵嘛，对不？行这个山，明仔就行迄个山。啊，内面有卖什么物件哈？像豆柳啊、碰粉啊，是迄个新娘花碰。什么叫做豆柳啊？豆柳柳扣。啊，新娘花是新娘花，就是新娘红的，粉红色的。粉红色的，是塑胶做的吧？啊，无，迄阵无塑胶，用迄个丝仔布。凹的新娘花，插头壳的，插在身躯的。哦，是敢若新娘会使滴的，是吗？迄是新娘要用的。新娘要用的，碰粉是什么意思？碰好像那个女孩子要抹面要擦迄个粉，起粉就是起膏，古早就起粉，要不然发明个变起膏用做的。当初是粉的，粉用起面起粉的。起面拢同款物件，而且起面是牙刷。起面是牙刷。哦，够大。
锁紧带、松紧带。夹吧就是一般的夹子，不过无卖衫哦，3块无啦，无3块，无啦。用车载。无用担，伊到那是山地嘛。坎卡搭到山顶尾，坎卡伫倒位？山顶尾个高。山口就坎卡，较底下的所在就坎卡。哦，啊，直直担起来呢。屋上是太太。日本人讲屋上，哦，太太意思哦，即讲迄阵会来买，差不多拢查某人，拢查某人，无查甫啦，无查某哦，就即搭专门卖查某人，哎，对，拢屋上的囡仔出来买呢。好，春披海雾上山巅，下畔溪顶水碧莲，秋阳万花翻碧浪。当水寒有早时闲。这歌词是你家写的？我写的。这诗是你家写的？写啊，阮内底有几啊字，阮爸爸教。恁爸爸嘛是学汉？伊学汉学啊。春披海雾上山巅啊，下畔溪顶啊，溪顶是伫个高那迄个鱼缸。更在寮渔港对吧？鱼仔寮，鱼缸拢是咧采什么？拢是捕什么样的鱼？弄小羹啊，目糍啊，拢有啊。哦，小羹，像这个是小羹啊。哦，这阵吼，钓鱼啊，暗时拢有白白的灯嘛。对。秋影万花翻白浪。哇，秋天就看敢若迄个刮万花，敢若咱风那一阵，敢若伫游泳啊。哦，咱就海波浪共款吼。当随寒雾早时闲，哦，足水诶。当时寒雾早时闲是讲迄个古早厝尾顶有拢。乌叶厝嘛吼，乌叶厝呀，油毛毡对，油毛毡。啊，伊款啊，那过迄个一款是较好个创迄个底片，所以都叮叮咚咚，滴滴咚咚，浪板。哦，好像在弹琵琶共款啊。叮叮咚咚的迄个落来。老师你要介绍一下哦，查某囡仔等出去都要学什么物件？查某囡仔出家是嘛有一寡人基础、成本线，拢嘛晓得。嘛是爱啊，汉学堂是请什么先生来教咧？汉学啊。敢为长山过来，还是咱伫台湾？迄个是为长山有啊，为长山有过来嘛吼，嘛有教专家嘛吼。啊，但是读小学啊有先生，一级年以上，日本话。啊，迄阵嘛是爱教一寡日本话就是啊。无迄阵，这个学也去汉学啊学，也去迄个小学拢学。你这首歌曲差不多在讲什么时代的代志？现在差不多60年前。60年前，差不多19几年，就是1939，就是日本人还在统治的末期，就是。对。哦。南北管就讲，咱这个是南管北管迄共款，香港册就讲这个哆来咪共款。哦，香港册啊，大卡波，迄要做迄主题的时候，好像这个评级嘛，讲着骹步就直直打在，别讲乱数站。囡仔出来都打倒一骹倒一步拢对。迄边老师行。啊，大顶头乐器做有啥物乐器咧？普通像迄个画弦啊，钢鼓，还是迄个小鼓，迄款拢算乐器。还有笛子吗？笛子，笛子嘛是有。琵琶有无？琵琶无吼。到哪个无迄款物件？哦，啊，壁鼓是啥物物件？壁鼓是敢一个盘啊，迄种形体，讲咔咔咔咔迄落声。啥物叫做学接骨放筋血？有接骨的人吼。是中医是毋？中医。你啊，该放筋头，放好软。练功夫受伤就是啊啦。对。哦。啊，吹空地放风吹，到云啊，他有啥物空地？啊，就是因为无，所以去迄个小学的所在九份国小是。迄放的风吹是真大，毋是像这个皮皮啊，差不多真人来管。安尼哦。啊，该做的。所以。是囡仔该做还是大人？大人咧做。大人咧做。迄囡仔救不法的，囡仔好救。算大人咧家放就是啊啦。食酒会是啥？像咱食酒会，像结拜会，食结拜有啊，结拜了食酒啊。控镜所是专门伫掠迄个头提金仔的人，做控镜。是日本人的时代吧？控镜迄阵，日本人也有迄个八公号以后，国民党迄阵也有。安尼哦。散伙啊是讲吼，去家己打游击啦，去头提去人伫做时吼，无做时还去人偷学时啊，迄款的散伙啊。啊高赛咧？高赛嘛，共款的意思。一样在里面吼。称呼那个去偷东西的人叫做高赛。高赛啊，现在叫高赛咧。那这名对来唔知。哦，拄着金包，什么叫金包咧？金包是讲整块那个舌头东西，跟它弄金啊的，好像包起来呢，整个好像包子
馒头遐大。这么大颗的金矿哦，一部分是石头，一大部分就是黄金。绝大部分它的黄金的成分比较多哈。对，金就上矿头。上矿哦，就是讲最高级的那个含金量最多的一款头。下面有时候吹波金抓，金抓是迄个很金脉就讲迄个金嘛吼，生的多拢定着伫，有时啊找无，过来弄石头尔，无着就金嘛。哦，所以弄石膏就是弄石头尔。哎好，下面有说钱粿啊，钱粿就讲古来讲就地下钱庄。地下钱庄，那在那个时代是禁止的吗？有啊，这个迄阵公开，嘛好做地下钱庄，迄毋是正式的营业啊。所以讲，你讲钱粿啊，就有钱来投资什么？投资要乌金嘛，找就得人来乌金嘛。了解散宝宝哦，这句我以前唔捌听过。散宝啊，六地拢空，六地拢空叫做散宝宝。哦，有一首歌曲吼，老师你讲吼，掠铃的是虾米人咧掠铃咧？掠铃啊，真济是讲做啊真日式哩外好，伫金康做，有着金啊，钱有淡薄啊，啊，就要找一寡迄个较轻松的来，经过小安尼掠铃咧。什么说口话？日本话口话，迄是酒家意思。我等拼仔声来掠铃，是安那爱等拼仔声咧？因为无电话嘛，要听迄个人迄个掠铃用分拼仔声，会听迄个声会晓叫来。迄个声你会使学看卖无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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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啦哒哒啦哒啦哒，用一手伫分，一手举拐啊伫行路。啊，敢袂滑倒？咱都要爬山路，你也拢知影。迄阵伫教训啊，有足侪人咧。好像是2个，敢两个，讲拢敢若分这小笛子。哦，规身躯拢掠做一尾，规身躯拢掠叫做一尾，啊来掠一半就半尾，掠一半叫半尾。要掠骹半尾，啊掠手啊半尾。啊，一尾两尾是啥物意思？咱就讲一节2节，一节是偌久？这发40分钟，1点钟迄阵。哦。啊，看掠偌久，你讲诶。讲咱人吼，咱做迄个金康吼，上摆就着了迄个戏边。戏边当时要来，当时要死去拢毋知影。啊，所以有些真少年就着啊啦。啊，着啊伊超30几岁就变官府哩。讲咱人就知影咯。趁偌济钱，用偌济钱啊。啊，死去就剩半边壁，所以半边一边是别人的壁，一边是我的壁。所以迄阵的查某人真艰苦，更较艰苦，真艰苦。因为查甫过身去啊。对啊，即摆迄落毋捌半字吼，所以就真忍耐，过这日子安尼。哦，然后就形容迄阵的生活情形。爱趁钱就是啊。到婚仔一寡欧巴桑，还是讲一寡年纪较大，因即摆生活是安那？因即摆真好啊！即摆因为迄囝孙仔大家拢真拍拼伫外口做事吼，啊，即摆已经拢中大以后有钱啊，大家拢会有时啊接出去台北，接出去外口，还是讲安尼，大家拢老伙仔为毋敢嘛不爱出去，啊，到时带出去倒去佚佗安尼，去世界走，去国外，去台湾世界走。胡老师，我知影你伫个轻便路吼，有一间你的工作室真大吼，就是胡达华丁化工作室。希望这个工作室未来能够做些哪些工作？当然，我这个是讲把以前古早吼所有的代志拢会当，我知影会当写，会当画出来。最大方面是讲，高咱人啊，个会当来遮做者参考，讲古早啊个有啥物物件你做无对的，会当做，也是讲在这所在这个现场的古早代志会当在这发表，我会当做出来是尽量甲做出来。胡老师，这几年来九份朝向一个比较商业化的活动哈。那站在一个艺术家的角度，你希望九份未来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？高呢，这句甲古早完全是无同款。古早是讲真简单的，大家都在生活。啊，即嘛是为了这观光客吼，大家拍拼呢，摕一寡东南亚各地迄落旧的物件来定咧吼，讲这是古早到哪，其实甲到哪拢无关系。所以我想。即句已经改过人就改过，无改过人想安怎保留这高那的即个气氛出来，或者观光客知影啊，古早还佫有即类物件。比方说，阮即句即个大公来即边方面吼，逐个拢无起迄个新厝，啊，会当保留这古早的建筑物，互遐观光客会当讲欣赏啊，古早高那这个样子。